若讲到咱台湾的预售厝，根据业者的统计，6都甲新竹县市4月份的销售率干那45.5%，若台南是38.3%，是全台湾上低。即嘛买厝的人无遐尔济，厝价煞因为成本等等的问题，价销也是贵三三。有专家都认为讲，今年第二季房市的市草会影响下半年建商落价意愿。建案工地甲卖厝广告设计师台南新营，因为生活机能方便，最近几年一直有建案推出。不过自去年9月份，中央银行提出第7波房市信用管制措施了后，各地易卖厝的买气是明显降温。台南销售率降到38.3%，是全台湾上无加压的区。投资客的资金杠杆原理失衡，所以目前在台湾有很多的预售物件是进入到平转阶段，造就了新建案的预售屋整体下滑。既然伫礼拜四游玩的时间，那台南最近几年因为地质电等等来受益的高雄房市，原底3月份买气一时复原，不过4月份佫受美国关税、全球股汇震动等影响，又佫救起。虽然各地买气无好，不过厝价犹原无降。成本是提高了，能降的空间也有限。多建商经过过去10几年来的这个大幅丰收之后，其实这个资金都非常的充裕，所以它也有这个实力可以对抗。业者统计，6都甲新竹县市今年4月的预卖厝平均销售率干那45.5%，全台湾1月、2月预卖公开户数干那7000多户，创5年以来同期上低。专家认为讲，今年第2季的房市会影响到后半年建商敢要降价。建商在我们的撑也大概是撑1年左右的时间，如果1年左右还没有看到好转的机会，其实降价的意愿就会比较高一点，所以今年第2季的市况就变得非常重要。专家认为讲，热钱敢会因为股汇震动等因素，搁再进入房市，大家看台湾经济发展的前景敢是乐观。那准台湾无伫关税战争取到对出口竞争有利的条件，那影响到今年的经济成长动能，恐惊也会对后续房市的买气不利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